有立委接期讲，这买厝的新青安政策推动了后，去年违规案件超过8000件，金额大约是1亿8000万，甚至50岁以上的高龄族群占新青安贷款案件5%，一年赚超过200万的人有8%外。那这财政部政务处长黄清华就表示，会继续检讨，也会研究相关的制度。新青安今年7月要到期，不过在实施这段期间，有立委发现新青安携贷案件内面，50岁以上的人有7000多户，占5%，而且年所得超过200万以上的高所得者也超过1万户，占8.27%。到去年底查做有超过8000件违规，金额差不多1.8亿。当然是希望这个方案能够继续实行，帮助青年们购房。但是要是有人滥用的话，那我觉得有些地方可能法条上需要检讨。家里其实如果已经有很多房子的话，你就不应该开给他们那些青年的人头去买更多的房子。伫即马新青安贷款申请的条件，就要满18岁，借钱的人本人、配偶甲伊的未成年子女名下拢无自用主体，而且新青安只敢会当先贷一遍。因为申请新青安无限制年纪、无限制收入，也无限制是毋是第一遍买厝，所以有一寡人先甲家己的厝卖掉，结果来申请。就人讲条件设定敢有合理？我们现在也在积极跟相关的部会积极的检讨，在检讨，因为卓院长已经有讲说不会照旧的一直积极来实施，未来要怎么用什么方式来呈现，我们正在研究。就惊讲新青安无去帮助到第一遍买厝的人，颠倒甲厝价有关，甚至有一寡少年人变做人头户，出现套利的空间。古大正义团队讲要检讨新办的条件，帮助他只差临门一脚的首购族。你接受了我的帮助，你这个房子就是要拿来自住。如果不做自住的话，我会有相对应的，要把你过去拿到的补贴要全部还给政府。民间团体认为，新青安政策就要强制要求借钱的人买厝要家己住，也要限制几年内袂使转卖，才能互公共补贴资源，真正帮助到未买厝家己住的少年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